你哋今年招攬咗幾多新兵啊130幾個，Sir。你知唔知招攬嚟做咩㗎？ Yes sir。唔好話我唔提你哋啦。我哋有聯校攝影比賽、聯校攝影 contest、聯校聖誕舞會、聯校城市定向，同埋同中山第一高中嘅筆友計劃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手勢。你知唔知你自己擺錯手啊？係，sorry madam。你係邊個代表啊？我係天主教新聞書院學生會候選內閣員啲嘅。你咧？我係嘉樂愛上中學嘅 7-Eleven。做咩唔紮頭髮啊 ？Sorry madam。即刻紮返。Yes madam。你係邊個啊？我係香港特別科學院學生會候選內閣。條呔做咩鬆咗啊 Sorry madam。即刻整返。 Yes madam。你咧？我係佛教黃允田中學學生會候選內嘅 Zero。做咩着鮮色波鞋返學啊？ Sorry madam。即刻去換。 Yes madam。Hi，我係佛教少年英文中學學生會候選內閣 Bright。做咩嬉皮少年啊？立正緊嘅喎而家。Sorry madam。嚴肅啲。Sorry madam。到你喎。我係培僑中學學生會候選內閣 Fearless。啲頭髮做咩過嚟啊？你睇錯啦 madam。做咩張頭啊我？冇遮頭啊 madam。俾啲尊重啊！唔好意思啊 madam。乜交啊？仲食蘋果？做咩食蘋果？立正緊嘅喎。肚餓啊嘛！你邊間㗎？基督教崇真中學候選內閣 Pearson，點解要食蘋果啊？我係為食而生存嘅，俾個蘋果我。咁樣好嘥啫，請你食埋啦。